上過 TVB 嘅曾女士，以前下排4隻爛牙全部掹除，一日之內掹牙種牙同步做好，做完就係永久固定牙。身邊親戚朋友全被我推薦過嚟。我叫曾連興 Helen 曾，咁我喺呢度種咗牙咧就種得幾好，所以介紹好多朋友嚟啊，咁即係自己開心，人哋又開心，所以我就以前上過電視 TVB 咧，殘好一丁都賺咗7000幾，上過2次大王都訪問我，好開心，所以喺德貝尾呢度就種咗牙，介紹啲朋友做緊啦，好開心。以前咧底下咧就有4隻唔得，就掹咗之後，佢就即刻同我做好一排臨時嘅，但係依家永久噶啦，就種好咗啦，永久唔使理佢噶啦。底下種咗12隻，即係種6隻就拖6，兩邊即係總共12隻，又食得嘢又幾好，都好開心。種牙又覺得唔痛，我嗰個姜鹽咧做得好好啊！上晝嚟就安排咗我又剝牙又種牙，種到下晝就種好晒啦，全部搞掂，即係可以食得嘢。咁啊，依家呢棚就全部永久噶啦，即係嗰次1日搞掂咧，就係嗰個姜鹽師傅幫我種好嘅，我都滿意。就我啲仔女都話靚啊咁，冇喎，種完都好健康，又食得嘢，所以我而家都介紹啲朋友嚟種，佢又係同我一樣，又種6隻就拖6隻，佢就種上邊，我而家就係種底下，所以就各有個位置唔同，但係都我自己滿意先介紹人嚟啊嘛，種咗成棚牙都好美麗，咁啊自己又開心，所以依家又介紹啲朋友嚟種，環境好好啦，同埋呢度啲工作人員又幾好咁咯，即係大家開心啊，佢又種得好，種完又靚又食得嘢，好滿意咯。咁我覺得呢度種得好，同埋又服務又好，即係我舊年年尾嚟種。到依家咧就種好晒，即係永久固定噶啦，所以咧就唔使擔心。希望啲朋友啊未種啊都嚟支持下咧，德貝尾種翻嘅靚牙，好似我咁靚，我真年輕，國語真年輕。春雨送到小船外，有句話要交代。雖然已經是百花開，路邊的野花你一定要採呀，採完要回來。開心啊！我開心，你哋又開心。